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现代人生囡仔，无咧分讲查甫甲查某诶，大家都当作宝伫咧笑。啊，国情就想到念歌诶歌仔先王玉川老师，虽然已经离开咱咯，啊，毋过伊所编诶歌，更有效，伫咧解劝世间人，意思确实真好。国情跳出来，甲所有观众朋友，咱同齐做参考。头一趴，咱来听讲，讲到囡仔初出世，无穿衫裤，哭甲啼，父母苦心来养饲，大汉不孝毋值钱，细汉苦饲未大汉，饲甲大人心才安。为囝开钱无界限，非常辛苦养囝难。确实，句实言，讲甲囡仔初出世，倒一个囡仔毋是共款，都布被安尼安呢，无穿衫裤。哇，安尼哭甲啼，迄若医生抱出来，哇，这个囡仔都安尼无啥个样，做爸母的就真安心。啊，开始伫咧操烦，开始伫咧烦恼啊哦，就爱一路安尼伫操烦到大汉。毋过真侪囡仔袂晓想爸母的辛苦，人讲手抱孩儿，才知爸母时。谁知讲即马真侪已经抱孩儿啊，啊，阁袂带念爸母啦。所以大汉有真侪囡仔不孝，实在毋值钱。啊，四句人讲，细汉苦饲未大汉，这囡仔吼，若小可有一个辛苦病痛，小可有一个各样咧，半暝半死大人，嘛着抱去急诊呢。啊，就是甲大人已经做兵转来啊，已经会晓嫁娶，交男女朋友啊，咱的心才安。为囝开钱无界限，较艰难较艰苦啦，你嘛是要趁来讲，互囡仔食一顿啊较好咧，非常辛苦养囝难。句真正讲入做人爸母的心肝，你讲看有影无？过来听讲，无论好嘢也善食，好米拢欠互囝食，饲甲大人心煞野，大汉毋认无共爹，不孝饲囝免欢喜，五逆原生五逆儿，自身无想行孝义，冤冤相报不孝义。这句人伫咧解劝世间人。讲起做爸母的心声，亲像讲我办公室坐我倒手边，这大姐，伊吼啥物好米拢欠咧互因囝食，啊啥物好物件拢安尼先千里迢迢去寄人买转来吼，要互伊囡仔食一顿啊烧咧，这着做事大人的心理啊，啊饲甲大人有诶心煞变野，大汉啊嘛毋认讲老母共阿爹，这实在互人感觉怨叹。毋过四句人王玉川嘛咧评讲。你若会不孝啊，别日仔饲囝你也免欢喜啦。你会五逆，你就会生着五逆儿。因为吼有当着啊，咱声句咧教囝，假使讲，咱用机智行动来做囝看，咱也会晓有效。当然，做囝伊就体会讲，老爸对阿公就安尼，我后摆对老爸嘛是着爱安尼。